是阮给恁的代表，欢迎甘雨婷。主持你好，你好。你感觉参加这个节目较紧张，还是参加迄个做食迄个节目较紧张？这个皮皮抓，这个音乐中紧张这个皮皮抓。而且吼，你遮算比赛嘛，你遐嘛无讲算比赛嘛，对啦，所以相信应该是参加这种较紧张。但是你之前嘛是有咧参加一个运动会节目啊？伊表演得就好诶。嘿啊，我当然有看，伊有迄个小钢炮。哦，小钢炮，更跑，跟拿球嘛，拍个就厉害诶。对，因为我爱拍篮球，对啊，我的速度跟爆发力。我感觉伊真是小干咯，伊真是小干咯，因为拿球安尼射来射去，除了这还有啥物运动真厉害？嘛是 breaking 跳舞 breaking 地板动作啊，倒立，所以我的核心肌群比较好一些。安尼哦，当然跳舞啦，唱歌嘛真厉害哦。唱歌嘛有唱歌吗？是我最近发了一首新单曲。新歌哦，全力的奔。水，安尼今仔日若全部过关，哎，该使唱，来，起码无先专注在比赛。对啦，比赛再来讲啦，来，请先比赛啦。今仔来到高山海天顶，而是上高分小高一个。当然他老讲着吼，这个有时吼，伊这个跳的能力真悬啦，真强啦。这跳超过175公分的，刷来三关，其实甲这跳的能力拢有关系哦。对吧？安尼就对吼。相信只要这关也是有法度顺利过关，可能伊有时的实力应该是上无会当到马场。来，刷到好。加油！对，你我这应该是要过这关的机会就无衰啊，真好。第二点，但是第二点，你看第二点就开始等势啊哦。不过有时伊的体重算无重啦，应该是。DJ breaking。地板动作，耶！你顶头咧跳 breaking 哦。他都有讲，因为有跳舞啊，所以腹肚的力量算强啊。真好，稳来。平关无关的人，叠加较食开啦吼。因为咱这天气有时伊的身高是168公分啊尔。秋姐。安尼就应该是无问题。顺利，飞过来。即摆就要开始想咱这边转落来啊。来是这里哦。这落来时阵吼，这脚一定要打好稳，莫赶。他姐。莫赶。对。即摆来到右刷边关节。休困节。一般咱选手伫遮都会小休喘一下，时间是继续咧走，但是我讲无去烦恼时间呐。看嘛无效。艺人第一人。咱演艺界代表。即摆就看你这款，我都拼好过无？拼好过，你就是演艺界第一名。全村的希望开始啊！演艺界希望，都靠你啊！全村的希望，足侪艺人朋友爱看你的表现哦。伊跳咧遐嘛，敢若咧跳舞咧。真关系。伊的脚就无用你的。嘛是摇嗨哦，这摇刷摇嗨，用刷。你这一招啦！我不敢关，这个办起来，跟单起。跳厝啊！动作安尼踩着。什么意思咧？我嘛看无咧，因为真正足悬咧。真正无法度。真正无法度。摇嗨哦，这摇嗨，用刷。你这一招啦！就上去欢迎你，伊是一位 YouTuber， 伊的专长是拿球。YouTuber， 之前这个网络迄节目啊，嘛是有举办迄运动会啊。你伫迄成绩真赞啊。我感觉成绩是一个部分啦。我感觉是因为一开始我100米，100公尺，100公尺，我走
要14秒，但是我有去训练，训练对我训练大概差不多3个月是，3、4个月哦，无5、6个月哦。哦，半当的嘿，啊结果嘞，结果该姿势啊，冲啊，然后很多种训练的方式。那我就发现哦，人真正是不简单，我这极限是可以一直在往上。哎呦，这看是会使来挑战的哦。对，这一开始14秒训练以后，多变成12秒12秒，跳远。哦，跳一开始我跳3米，3米人来，安尼尔，但是嘛是训练，跳到5米，跳5米，进步就多呢。希望吼今仔参加我应该是到天顶啦，天顶后一摆吼，希望会到麻雀，安尼哦，嘛是会使经由训练而达到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今仔日若是到天顶的时阵吼。你就无后一摆啊！因为我这倒数第2集啊，对。我顶头后一季嘛，后一季失败你就去找迄个声宝啊。哦，去遐练，你去遐练啦，嘿啦。后一季你才过来啦。对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谢谢。来，拜拜。卖勉强，咱有寡代志卖勉强。安尼啦，去看卖啦，去看卖啦，来，加油！天顶这关有法度过，应该要过到麻雀，这个难度就无算悬啦，应该都有机会啦。加油哦！来用下的，对，安尼袂歹嘛，一个减米啦，这顺的呢。对嘛，我看这豆油。慢慢来，高手啊！高手啊！赛啦，你的卡，用你的卡，用你的卡甲手啊！高手啊！高手啊，叫者，用手啊斗相共，应该你应该有法度，对。你无甲比个共款哦，一中甲跳落，系哦，比给人家就好笑诶。甲你提起一个不一样哦，跳过，看有法度无？一口开啊！哦，会使哦，会使。我第2条就无处理啊，要不要无处理啊？尤其对体重较重的选手，对体重较重的选手，这条工作是真正拢会找你的麻烦哦。咱干咯嘛是足歹处理。哦啦，麻雀等成果，脚长手长的人哦，才就有这优势。哇，稳啊吼，秒落去吼。我都稳落去，这关就过啊！容易你啦吼，我飘有做到。吹咧，甲吹咧。有啊，你有运动员素质，要去倒位？第4轮啊，第4轮。这时间是5分14秒啦。加油哦！来，拼一个啦！要选拼关键。看起来表现袂歹啊！看起来表现袂歹啊！看起来表现袂歹啊！我唔敢啊！错手啊！这就是人咧讲有错手，手拍干啦！哎呦！那个手拄则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打到自己的手了。哎呀，拍干啦！拍甲你的手拍甲就对啊！想袂到阻碍我的，竟然是我自己。我本来是设想家己，干来会使过天顶尔，所以讲真正人的肾上腺素爆发啦，所以讲真正是想袂到家己会过，过到玉山呢，所以讲真正是就满意就感动的。